那，君燕，麻烦你 test 一下词汇的声音。会。喂，麦克风试验，会不会太大声？这样会不会太大声？啊，可以吗？最主要是要控制那个网络出去的声音。这样可以吗？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这样可以。开了。我想说奇怪的，刚刚又被关掉了。好。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安静家己的心，咱即时开始要准备咱今仔日的礼拜。
着阿罗上主，我的心神啊，着阿罗上主，我的一生要阿罗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锡安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着阿罗上主。请咱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献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同心来启演，启演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演。我来启，
请兄弟来用。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现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会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强，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即个人的健强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健全。请咱同心来祈祷。独一的上主，荣耀的君王，一切幸福的源头，阮的上帝。我要为着你所享受的一切来感谢欧罗你。上主啊，求你赦免阮一切的过失，擦消阮所有的罪过。无论是阮知影还是毋知影的过失，拢求你赦免。求你的圣神来充满阮，特别甲牧师同在，开伊的喙。来宣扬你的信息，互你的心意透过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借着圣神的引带，互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得到你属天的智慧。愿阮今仔日的礼拜，亲像芳芳的祭，达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欢喜接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略太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兄弟姊妹，若有人犯了过失，恁遮的属灵的人，就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恁家己嘛着小心，才免受引诱，着分担重担，安尼做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家己无熬，想讲真熬，是伫欺骗家己。逐个人着审查家己的行为，若有好行为，伊简单通对家己夸口，毋免甲别人比较。因为逐个人着担家己的担，学习道理的人，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毋通骗家己。上帝是袂言伫武万的，人见什么就收什么。人所业的，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仙灭亡。人所业的，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就会对圣神修永远的活命。做好事，
毋通上善。若无灰心，时到就通修成。所以，无论是啥物时阵，着把握机会，对见人做好事，特别是对信仰诚做一家的人。即时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老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今仔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本堂林耀先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招庇的信”第3讲，将时间交予牧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你，你搁一摆出席阮伫主你的面前，不管阮是伫咧礼拜堂遮，是伫咧线顶，主阮拢同齐同心来注目伫主你的话语，也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语所领受的，也要来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主你所教示阮的，互阮真正照主你的话来说义行。借着圣神的帮助，互阮不断来晓悟主你的话语，搁照你的话语去安尼来说义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光灯，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伫4月第1礼拜甲第2礼拜。咱有开始讲到即个叫做招庇的即个信仰，是透过着即个不断来改变观念所来的。佮即个改变观念是需要安尼一个过程，伊是迄个安尼讲叫做渐进性的即个观念的即个时间的即个长短甲情形是因为人有无共款。每一个人，因为伊对伫即个信仰的接受，甲迄个欢喜顺畅，爱看每一个人伊迄个信仰的迄个态度所以会有无共款的即个时间的长短。即个观念的即个改变有8个过程，但是伫即个8个过程内面咱会通用到即个叫做4意学循环的即个理论来去检验咱的即个信仰大先咱知影，伫即个中间有迄个透过着即个资讯，就是即个咱会通讲叫做好的事爱较侪仔看较侪仔听，无好的事咱就莫去看，莫去听因为即个资讯的迄个来源，咱会去影响着咱个人。不管是咱用看也好，还是用听也好比较咱若是看好的，对咱有好的影响；看歹的，就产生即个歹的影响，造成咱伫咧中间受到遮个侪的影响。搁过来，咱是要照着即个启示，伫咧启示，咱必须要照着即个圣神帮助咱来去晓悟互咱会通。对伫咱头道原对本地所启示的迄个所领受到迄个资讯，会通互咱来得到迄个圣神，互咱迄款安尼启示。过来就是咱需要照着即个安尼拆毁咱迄个俗世迄个咱的心内迄个俗世的心意，来用着迄个属上帝的心意来去代替。咱欢喜伫迄个中间来去，咱讲叫做去信靠，去遵守第3、第4就是咱要透过着即个实践，咱毋是干那知安尼那尔，也是讲明白上帝话安尼那尔，乃是咱要伫咧迄个遵行，佮完成上帝伊所安尼教示咱的，互咱会通安尼照着，因为咱欢喜顺叹上帝的话。实现上帝话，实践上帝话，咱就要来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满满。搁过来，咱伫咧实践的即个过程内面，咱需要照着检讨，因为咱伫咧即个实践的即个行动的内面，咱需要去评估咱的即个行动，甲咱的动机，甚至咱的态度等等，敢有真正安尼是点伫咧即个行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即个信仰的内面。后壁就是咱搁过来咱前2礼拜4月份第1礼拜甲第2礼拜，咱就是讲到即个所在。
所以，咱要讲有关修正、反复，甲着即个繁殖的即个部分。当咱认清咱家己踮伫什么款的处境的时阵，咱就会通了解咱需要咱所需要是什么。因为咱会通好好来去检视咱家己本身的迄个性命的状况，咱就通知影讲咱的即马咱可能咱的信仰咱讲凌晨即马踮伫咧什么款的所在，咱就会通透过不断伫迄个中间来去做修正。咱毋是伫遐轻易来放弃讲即个八个观念，因为即个八个观念这是咱讲叫做四意学循环，伊也是一个亲像螺旋共款，一直不断伫遐安尼中进，就伫遐一直伫遐安尼改变咱家己，咱的性命一直不断中进，不断改变。迄个改变了，咱搁转来到伫，搁有搁较侪的资讯，互咱有搁较侪的迄个启示，咱欢喜来搁做搁较侪的迄个改变。所以迄是一个亲像螺旋共款，安尼一直转势安尼起哩，要互咱的性命安尼得到搁较大的中进。所以咱伫咧即个中间，咱无真轻易来放弃即个改变的过程。咱透过咱安尼改变，咱嘛会通帮助别人行过即个信仰的即个改变的即个历程。因为人看见咱的性命的改变，人看最好，伊会爱要跟对，就互咱会伫咧迄个中间，咱会带来迄个咱的即个四周围，甲咱接触的人，伊的性命嘛对咧改变。照着咱安尼要安尼，迄落安尼不断的迄个改变，人的性命嘛，因为咱会通甲伊分享咱的改变，就因的性命嘛要对咧改变。所以咱要安尼各过来线接安尼来讲到即个修正、甲即个反复、甲繁殖。所以咱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咱会通看见到检讨的目的是要为着会通安尼做出改变。咱修正咧，修正伊的目的是要伫咧检讨了，对咱进前咱所实践的迄个所实践出来的，咱来做出调整，互迄个无好的来变做更较好，互迄个好的会通拿来拿好。迄个招逼的即个信仰的迄个秘诀，就是在伫咧咱的性命欢喜迄款安尼改变。耶稣伫咧宣福音的时阵，伊伫遐安尼讲天国君恁着爱悔改来信福音。所以咱着通知影，迄个悔改，咱着通知影，当咱伫咧反省咱所做的，若有毋对，做了无好势，咱是照着即个修正也就是悔改伫咧咱的迄个心思意念的内面，咱来去做修正，来去做修改，规个安尼，互咱的迄个规个信仰，咱会用归正相信福音，互规个咱讲，互咱的规个性命会通得到归正，咱的规个人生的方向归正，咱的人生的道路归正，咱的生活也得到归正。上落尾，咱规个人，咱拢会通修正，行伫咧主的正路内面。达到上帝对咱的迄个，咱讲迄个，伊对咱的迄个每一个人的迄个性命有无共款的迄个目的，伊甲迄个迄个伊互咱的迄个命令嘛无共款，迄个重点，但是迄个重点却是会通确定的，就是主伊爱咱会通以后伫咧主过来日伫咧末日的时阵，咱会通甲主同齐，天顶的宝座。所以若安尼检讨了，若无做任何的即个修正，咱就会通发现讲，就较亲像咱有当时咱伫咧开会，咱讲叫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安怎？就是因为咱开了即个会议，结果咱有做一寡改，但是咱无有行动，也是无有做任何的改变，结果咱无法度带来迄个成长甲进步。就较亲像咱教会有做遮个树栽共款，遮个树伊有当时伊发到安尼真水，有诶就发到安尼歪歪曲曲。遮个树若无经过修正，咱会通
那用台湾话一句话讲叫做安啦，就即丛树啊，安尼叫做规丛好好，风吹袂倒，会开花袂结果。所以人若无安尼不断地咧透过着修正，咱的生命无法度得到成长，干那只有安尼照着咱家己所想的，安尼家己所爱来去发展，结果安尼并无下伫上帝所欢喜安尼迄款的生命。咱需要是不断地咧透过着安尼检讨，不断地啊修正，互咱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共款。所以咱伫咧检讨的结果会产生两种的迄个效果甲结果，就是咱实证如果若确实是正确的，咱爱透过咱不断伫遐来甲伊称赞而落，互即个实证的气力会通伫遐来反复伫遐来进行。互即个实证的气力会通哪来安尼，咱讲哪来哪熟练，哪来哪美好。第二种就是咱会伫咧检讨的过程内面，咱会发现讲安尼咱所实证的即个即条路是毋对的。咱真侪时阵，咱拢像讲咱伫咧圣经内面，咱拢知影足侪上帝话语。但是咱若无实证出来，咱毋知影讲到底咱行的是对还是毋对。咱只有透过实证，当咱伫咧实证的过程内面，咱发现讲即条毋对，安尼时阵，咱会通透过着即个改变修正，互咱迄个实证会通调整了，做了更较好。所以咱是需要透过着即个实证，甲着迄个检讨甲修正。咱才有法度，互咱的规个生命来得到规个迄款安尼的改变。所以检讨的目的是要更较好，无好的变好，好的要变更较好。若是伫咧检讨的即个阶段，咱有发现讲，人伫咧即个实践的即个过程内面，咱有侪的迄种挣扎，安尼咱就爱伫咧安尼，互即个迄种挣扎迄个生命伫咧。带来迄个指示甲迄个修正进程，咱应该互迄个伫咧，咱讲伫咧迄个挣扎，伊伫遐感觉讲迄个改变对伊来讲是一个困难的，咱爱透过着鼓励，互伊有勇气来伫遐来继续伫遐来反复来实践上帝的话，因为咱嘛确实知影上帝的话咱时常讲上帝的话毋是恶手的。上帝的话不是难守的，但是事实上，咱嘛要看见的就是侪人伫咧要实践上帝的话过程内面，咱发现，因为咱迄个俗世的生命，甲咱规个合制掉咧，至到咱有当时看这上帝的话叫做无可能的，是无法度达到的，至到咱无法度伫迄中间来实践上帝的话。咱只有透过着安尼不断伫遐来鼓励，伫遐来安尼伫遐来修正，伫遐来安尼，互侪欢喜来行上帝话的人，因伫迄中间继续有迄个勇气，伫遐来反复来实践。迄个无法度，互遐个原底本底无法度好好来伫遐来实践的人，鼓励伊，互伊有安尼伫遐来加油，互伊会通来继续。好好来行上帝话，来伫遐来修正，那亲像，互伊的生命伫遐个中间伫遐来修正的时阵，就较亲像咱伫咧咱即马咱咧开车的时阵，咱拢有迄个GPS 的迄个导航机共款。当咱伫遐开车伊导航机甲咱讲你行即条路，但是咱有当时咱会安尼行了无好势，行毋对去。导航机会做是啥物款的动作？伊会马上修正道路，有无？伊会修正你的迄个，伊咧甲你导航的路线，伊会马上甲你导航。伊马上甲你修正的时阵，伊重新甲你规划，你应该安怎行的即个道路。如果安尼，咱讲安尼开毋着路，咱阁继续安尼去行的时阵，我时常甲牧师娘安尼讲吼，即个咱的 GPS 的即个导航机吼。无迄种无巧到一个程度，就是导航就明明叫你安尼行，你偏偏要行你家己的路，导航机阁袂甲你骂讲笨蛋，你啥毋照我的路行，当然
咱嘛会通知影，就讲以目前咱的即个导航机，伊的迄个人工智能，吼，有伊的即个无够严的所在。但是今仔日咱伫咧讲咱的性命的时阵，咱来发现，今仔日咱的导航机是啥物人？咱的导航机是咱的圣神，伊是无有缺点的。所以伫咧咱的性命伫迄个中间，伫遐咧行大的时阵。咱呢需要透过伊不断伫遐来修正，圣神伫咱心内伫遐来甲咱感动，伫遐来甲咱安尼启示，互咱会通看见咱的性命的状况，咱欢喜伫咧中间来做迄款的修正，咱的性命就会哪来哪好，行伫咧迄个主的正路顶面。咱的信用，迄个讲即个，咱讲咱一直不断伫咧讲着即个属上帝体系，即个信用，即个三个基础两个核心，甲着一个目的，就是哪亲像即个导航机共款，伊伫遐不断伫遐借着圣神来引带咱，要带咱来达到咱的迄个人生的迄个目的地。所以咱是透过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修正，咱用着真简单的方式，安尼真简单的即三个基础，甲两个核心来检视咱的性命。耶稣真正敢有真做咱的模范？圣经真正有真做咱的准则啊无？圣神，咱有欢喜无？圣神甲咱引导无？佮照着咱的性命内面，咱不断伫遐来反省，咱的人生有真正互耶稣来作用无？咱有伫咧中间来互耶稣来得到一切荣光无？咱有伫咱的性命内面伫遐抢夺主的荣光无？咱伫遐不断伫遐来安尼反省，伫遐来检视，伫遐来修正，咱的性命就会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伊犹原共款是谦卑弃权，伊互主上帝天父来掌权，所以咱是效法主耶稣伊安尼迄款的榜样。所以说者咱需要做的是啥物货？咱需要做的是透过不断伫遐来反复，透过着不断。就伫咧咱的检讨、修正了，咱是需要重复来伫遐来实践，互咱的迄个观念会通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好，就是将迄个正确的观念化做咱的习惯，甲咱的个性，安尼，这是一个安尼不断伫遐，互咱安尼成做咱的迄个习惯甲个性的一个真重要的阶段，就是不断伫遐来反复。透过咱不断伫遐来反复，你会通看见咱的生命就要来改变。因为咱会通看见咱的生命嘛是共款伫咧咱的即个迄个讲俗世的即个体系内面，咱敢毋是嘛是不断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反复，结果造成咱的迄个生命，互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来甲咱捆绑掉咧。咱只有安尼用着属上帝的即个信仰的体系来伫遐来代替即个属世的体系，咱伫遐来不断伫遐来反复，伫遐来操练，咱就要发现咱的生命要甲过去是无共款的。当咱反复不断伫遐来实践了，咱就会哪来哪成熟，咱讲叫做熟能生巧，咱的迄个改变就会哪来哪自然。当咱原底本来咱的生命，咱伫遐来讲要为着咱要来。实践上帝话，咱要来做迄款的实践的时阵，咱会感觉讲非常的困难。但是当咱哪来哪讲熟练迄款的改变的时阵，咱的生命就会哪来哪自然。面对迄款的改变，咱会哪来哪自然。咱会伫咧迄个改变的过程内面，伫遐来享受咱的生命的改变。迄个反复，迄个实践的迄个过程，咱需要做5个操练。伫咧，咱需要透过着训练来接受训练，对迄个毋知影到底知影，就较亲像咱伫咧咱细汉的时阵咱会通发现咱中间队长了这是数学老师咱细汉的时阵，咱伫遐学数学，咱的学数学基本运算，咱开足侪时间伫遐来算。咱伫遐反复不断伫遐来练习，现在咱就真自然有法度来算，就较亲像99乘法表。咱是安怎？咱爱透过99乘法表来伫遐算，要帮助咱会通真紧来去来去运算。若是伫咧印度咧，因毋是99乘法表，因是啥？
20乘20乘法，哦，所以是要帮助囡仔会通伫咧透过伊迄个训练了后，伊有法度安尼讲真老练，哦，所以咱伫咧中间，咱需要是透过不断伫遐来训练，就较亲像咱最近这个乌俄战争，吼，因的过程内面，这作战而且军兵，因敢毋免需要经过训练，因伫咧训练的过程内面，因才有法度去熟悉因要所使用的这军器件，毋是？佮第二个，咱透过着操练，咱家己伫遐操练，哦，咱对迄个袂晓一直到会晓。共款，咱爱互迄个谦卑，迄个谦卑的迄款的性命，诚做咱的性命的一部分。过来，咱是伫咧反复伫迄中间，伫遐来操练咱的迄个谦卑，吼，咱欢喜谦卑弃权，让上帝掌权。咱伫遐不断伫遐看见咱的性命的状况。咱的性命若游完，共款迄个自我搁咧出来的时阵，咱就继续伫遐来操练，咱欢喜来弃权，互主来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过来，咱伫咧过程内面，咱需要继续透过着不断伫遐来苦练，来付出代价，来达到某一个程度，就咱会真哪来哪容易，真自然来活出咱应该有的迄款的谦卑的性命。那是安怎？咱一直伫遐来不断伫遐来讲谦卑。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真正有谦卑无？这是一个咱需要好好来去深想的问题。咱有偌济基督徒，咱拢讲咱要谦卑来跟对主，但是咱会发现讲，其实咱的迄个自我，甲即个因为即个社会哦，即个世界，即个价值观。比较咱其实咱看咱家己比别人较强，咱看重咱家己比看重别人较侪。比较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其实咱是自高自傲，迄个自傲。结果咱以为咱是谦卑咧跟对主，咱只有不断伫遐来看见咱的生命会境况了，咱欢喜伫遐来训练、操练，佮看毋那安尼，佮继续伫遐来苦练，就会渐渐到尾啊，会自然诚做是咱的生命的一部分，互咱会通操练出迄款安尼迄个谦卑的迄款的生命。就咱会到老尾，咱有一个真熟练，吼，变做真内化，诚做咱讲既定的模式，互咱的生命安尼不断伫遐反复实践，毋那是咱会通熟能生巧，佮互咱有法度。毋那敢生巧而已，佮熟能成形呐！哦，互咱的规个迄个形，就是人看见咱，人袂感觉讲，即个人伊哪有谦卑的性命？咱是伊人看见咱的时阵，咱看啊，即个人非常的谦卑啊！伊看见即个人，咱就足要爱安尼期待要甲伊做伙，甲伊亲近，因为即个人足谦卑的。就较亲像咱会通看见咱安尼伫咧一寡遮的迄个健美先生，因伫遐锻炼因的迄个身材就同款。因伫遐透过因不断伫遐来练习啊，落尾手因迄规个身体迄个身形就安尼伫遐，迄个健美的身形就安尼形成迄个形体，人一咧看就知。上落尾咱是要安尼，最后老练到咱伫各种的问题顶面。咱所面对的每一件代志顶面，要拢互咱有一个老练的迄款的生命，是一个面对任何困难，咱拢会通得到胜利。那咱的反复实践正确的迄个观念，咱的生命就会安尼渐渐要哪来哪有耶稣迄款安尼的迄个样相。因为主耶稣伊互咱安尼迄个榜样，伊伫遐欢喜谦卑弃权，让天父掌权。咱就伫遐来学习，咱的生命就要哪来哪活出主耶稣迄款的芳味。伫遐不断伫遐来反复实践，毋那是伫遐重复安尼来行，搁较是时常常常安尼来实践来行，咱变成做习惯，实践的时间安尼。迄个，如果咱的量想讲，
我用上简单的例，咱最近即阵啊，因为咱礼拜拢大部分拢伫咧线顶，咱咧透过着真侪遮个同工来到伫教会先来录音，来帮助咱做礼拜。咱会用想象讲，伫咧过去咱旧年的时阵，咱有对5月，旧年的5月一直到8月，咱教会拢用着即个录音的方式来制作咱的做礼拜的即个影像。迄个时阵，逐礼拜拢伫遐来操练录音，结果8月了，搁过来咱就进入实体礼拜，牧师就搁过来就无搁有机会去录音，结果咱是用电脑录音，结果迄个电脑程式会安怎操作？我伫咧5月份咱要搁开始用的时阵，我袂记得安怎用，真正袂记得。我伫遐安尼落尾手，我搁请志愿帮忙，我伫咧电话内面讲，志愿麻烦你甲我讲要安怎操作。我搁后来，因为当初是有甲每一个步骤一步骤用迄个拍照，我搁去找出迄个相片出来，一步一步看，我才搁回想迄个原底本底，这就是要甲咱讲，咱需要不断伫迄个中间来操练，咱的性命嘛是不断需要伫遐来实践。咱的上帝话语是讲叫做初一15，咱才来实践。咱想想讲，安尼上帝话语教法都伫咱的性命内面来安尼呈现出来。所以咱需要不断伫迄个中间来操练咱的性命，互咱永远安尼有法度会记得咱的规个咱的信仰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货。咱伫遐安尼不断伫遐操练，咱就安尼会通互主的名伫咱的性命内面真正得到荣光。就较亲像保罗伊嘛捌安尼甲咱提醒讲一有机会咱就安那。迄落操练行善，咱最近咱的教会因为面对疫情，拄好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操练的机会。咱伫遐教会内面，咱关怀有确诊的遮个兄弟伊的家庭，嘛关心咱最近安尼有亲人死失，咱伫迄中间。伫遐来操练，怎样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这拢是一个真好来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遐不断伫遐来操练咱的性命。如果咱互迄个正确的观念伫遐来成做咱性命的一部分的时阵，咱就会通安尼伫遐来时常来反复来实践，安尼咱的性命就要得到改变。较亲像一句话安尼讲安那，伊讲勉强。诚做习惯，你原底本底你是勉强的，但是咱后来要照着习惯，要诚做自然，自然要诚做咱的性命，佮性命要诚做咱的生活的一部分。互咱的性命活出来，就是讲，咱的性命就是这个型的。就较亲像咱若讲每一个家庭，拢有一个伊的家教，所以咱若看囡仔。咱就知影爸母生做啥物型的，同款是安怎讲看囡仔就知影爸母生做啥物型的，因为囡仔伊所活出来就是爸母所活出来，所以咱看见咱的囡仔伊安怎活的时阵，你看伊的生活，咱就知影。所以咱其他咱的性命要亲像主耶稣共款的时阵，咱开始的时阵原底是需要勉强的，咱照着勉强来诚做习惯，习惯诚做自然。自然诚做咱的性命一部分，落尾手要诚做咱的生活一部分。当咱知影学习这个关键了，咱伫遐来中复，伫遐来安尼，亲像咱伫遐来讲，咱就爱安尼伫遐来效法耶稣基督伊的这个看听想讲行。咱伫遐不断伫遐来中复、看、听、想、讲、甲行。咱伫遐来看耶稣伊所行的，来伫遐听耶稣所行的，想耶稣所行的、所想的，佮讲耶稣所讲的。主耶稣安怎？伊讲我看爸安怎做，我就安怎做。我
我听见爸安怎讲，我就安怎讲。所以咱嘛是共款效法主耶稣基督伊的迄个款式，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照着圣经的教示，咱安尼正确的看、正确的听、甲正确的想，佮正确的讲，甲佮有一个正确的行。咱的意念就要变做对迄个咱讲，互咱的迄个规个咱的原底本底迄个拢迄个俗世的迄个性命，咱要来得到改变。互咱的原底本底，咱的迄个意念，后来慢慢变做概念，互咱的概念变做咱的观念，佮观念要变做咱的理念，佮理念要成做咱的信念的一部分。就咱安尼不断伫迄个中间，互咱的迄个咱的性命伫遐来不断伫遐反复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讲褪去咱的旧人，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褪去咱的旧人，反复不断伫遐来心智改换，不断伫遐来咱讲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毋是干那一遍。因为咱的性命是不断伫迄个中间一直伫遐穿，因为咱的想象，咱是无够硬，至到咱对主耶稣的理解甲认捌嘛是有限的，所以咱讲咱穿戴基督，结果咱干那穿一部分尔。所以咱是不断伫遐来改变，伫遐来脱去咱的旧人，伫遐来心智换新了，不断伫遐穿上新人。因为咱一直不断伫遐来换新，不断来将主耶稣搁较侪穿起来伫咧咱的身上，咱的灵命就要拿新陈代谢，互咱原底迄个旧的人，因为有主耶稣的迄个性命踮伫咱内面，咱就拿活出主耶稣迄款咱的款式。所以伫遐反复，伫遐来安尼进行咱的即个灵命的即个新陈代谢，咱的灵命就会长大成人，就满有耶稣基督迄款安尼的身量。所以讲到转来，就是咱复杂的代志，咱应该爱简单做，咱就要成做专家，因为咱不断伫迄个中间真迄落伫遐来反复，伫遐来做的时阵。简单的代志，咱伫遐来，咱简单做就要成做专家。简单的代志，咱若伫遐不断伫遐重复，咱就要成做行家。佮重复的代志，咱用心做，咱就会成做赢家。什么款的赢家？要成做一个迄个安尼有迄个主耶稣。爱咱成做迄个得胜者，迄款安尼的赢家。所以咱若用复杂的代志、复杂的代志简单做，咱会用想象讲，咱若落实咱头拄讲起的迄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就咱的人生安尼迄个，咱就要成做一个咱的人生的迄款的专家。上帝创造咱人，其实伊是真简单的。主耶稣伊敢若用土粉捏造咱，是咱家己，互咱的人生变做真复杂。照着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搁一摆重新甲咱原底本底迄个复杂的迄个人生，互伊简单。咱只要做简单的代志，上帝只要伊就做迄个困难的代志，咱的人生就无搁再复杂。咱只有学习主耶稣迄款的模式，咱背耶稣的迄个用负耶稣的轭，用台语讲叫做卡车，迄个牛肩上的那个轭，因为耶稣的迄个，咱讲主耶稣伊的迄个担是轻的，耶稣基督伊的担是轻的，耶稣伊的心是柔软的。伊是谦卑的，所以伊会通承担拯救咱人类迄个重大的迄款的迄个重担，却伊有缘安尼，会用互咱安尼感觉咱的心感觉真容易、真轻省，因为伊替咱担，因为伊咱若注意看，其实主耶稣伊有缘共款，伊做简单的代志，伊倚靠天父。互天父踮伫咧伊诶内面，互天父伫咧伊内面来讲
天父伊家己所要讲的话，伊做天父所要做的代志，所以伊并毋是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这是咱爱伫咧即个中间来去学习，要安怎来做简单的代志，咱就要诚做专家。简单的代志，咱只要透过不断伫遐来重复即个咱原底咱伫遐所分享到的迄个属上帝信仰体系，安尼迄款的即个性命，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落实，你就要成做一个属上帝体系信仰的一个行家，互咱对上帝的信仰在行，互属上帝体系即款的信仰会通行出来，因为上帝的即个信仰的体系。其实是非常有威力的。咱牧师讲互你听，你会可能会感觉讲这是假，活互你看，才是真的。现在每一个人拢伫咧找活路。这个属上帝信仰的体系，就是上帝伊预备咱的一个出路。伊需要一个更较侪按这个属上帝体系、这个信仰的这个行家来陪伴。更较侪人来遵行伫咧即个体系顶面，伊就要帮助咱，互咱原底本地迄个真复杂的人生，咱会通成做一个真简单的人生。搁咱透过咱不断伫遐来安尼重复伫遐来做，咱就要成做即个主伊所交托互咱的即个信仰内面真要紧，咱要成做迄个得胜者。咱不管伫遐来重复，伫遐来操练即个属上帝信仰的体系，咱用心伫遐来做，咱就要成做咱生命的赢者、赢家，要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反复用心来伫遐落实咱的即个信仰，咱伫遐来传递即个属上帝体系即个信仰，传承即个信仰，就要成做咱人生的迄个得胜者。就将来咱要伫咧天顶，咱要甲主耶稣基督同齐。甲伊同齐宝座，同齐伫遐来管理即个宇宙万物。这敢毋是就是伫咧创世纪，当时时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就是爱人甲伊同齐管理即个世界。是咱自己，我们人类自己安尼搞砸了，因为咱复杂，咱想要亲像上帝，结果咱就。看见家己，高估家己，结果甲咱家己的人生规个拢无歹了了。所以咱过来，咱重新过来，转来过来看即个8个观念，咱来到是即个繁殖的即个部分。咱的迄个观念改变的目的，毋是干那要互咱个人生命迄款安尼改变。耶稣伊互咱的迄个大使命是爱咱去影响别人，互侪人的生命也得到改变。会通成做耶稣的门徒，伫迄个中间，伫咧即个繁殖的即个阶段内面，就是要互咱用着咱的生命来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互因的生命也建立一个共款有即个属上帝体系迄款的信仰，来代替伊原底本地迄个属世的迄个体系。即个繁殖的即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其实这是上帝伊互咱的命令。因为主耶稣伊伫咧一开始的时阵，伊讲叫咱着爱生团济济。咱的上帝的心意就是爱咱生团济济，无论是伫咧咱的肉体顶面，以及伫咧属灵的顶面，咱有迄个繁殖的迄款的生命，才会成做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命。无法度繁殖就无有生命力，迄个生命也无法度来得到传承。耶稣伊伫遐上天的时阵，伊爱门徒继续伫遐来繁殖，将福音来甲传出去，结果就是影响当时的迄个社会，互上帝的教会来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扩展。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使徒行传一开始初代教会的建立的时阵，这个使徒是怎样将上帝的国来安尼一直伫遐讲传出去。今仔日咱依然是领受同款安尼迄个生命，敢毋是？所以咱改变观念，毋那是干那咱个人咱家己的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安尼那尔，咱需要是带来别人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观念改变的即个8个阶段，咱透过着即8个阶段，伫咧咱无需要结束来讲即段进程。咱会用想象一下，就是如果确实有一个兄弟，伊伫咧聚会内面，伊伫遐听见着一个迄个信息，伊伫遐亲像讲迄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即句话诚做伊的资讯，伊听着了咧，伊伫咧听着即篇的即个资讯了，圣神伫咧伊的心内伫遐来，甲伊有迄款的感动，爱伊来将伊家己本身咧开的迄个车奉献予教会来使用。这是一个启示，但是即个启示，伊心内有侪的无愿意，也无真肯定。牧师甲恁分享这，毋是叫恁讲以后恁所有的车全部拢奉献来教会，绝对无即个意思。我只是甲做一个比方，照着安尼，伊后来伊照着别人的见证，以及侪即个环境的迄个印证，伫咧，互伊内底心内迄个感动，互伊搁较确定，伊伫遐来反复伫遐来思考。上帝圣神伫咧伊心内迄款安尼启示，后来伊用着伊凭着伊的信心来伫遐来欢喜来顺服，伊伫遐来信服。上老尾伊下定决心，伊将伊的车来奉献予教会，来做教会，不管是伫咧社区是迄个亲像讲遮长辈事工的即个的使用，这就诚做实践。当伊安尼行的时阵，伊发现伊心内有迄种伊过去伊所毋捌经历过迄款安尼的迄个喜乐，甲伊迄款的自由，伊开始伫遐体验讲，啥物货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即句话会迄个安尼讲，确实的迄个意义到底是啥物？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检讨了，只要伊有机会。伊就每一届，伊就欢喜伫遐来操练，伫遐来反复，伫遐来操练，伊迄个对上帝迄款安尼的信心，伊就开始发现，迄个价原本原来是有真侪的层面的，毋那是只有伫咧迄个物质上的，而且伫咧迄个价的形式上面，甲伫咧迄个对象的顶面，也有真侪无共款，真重要，所以伊就开始做真侪的修正。伊要安怎给予？给予有无共款？伫咧无共款的所在做无共款的给予，伊开始做修正。过了一寡日子了，圣神伫咧互伊更较大的挑战。圣神伫咧伊心内伫遐，互伊一个感动，伊爱卖掉伊的事业，伊需要全时间投入宣教。伊就伫咧中间，伊欢喜顺服圣神伫咧伊心内迄款的感动，伊伫遐来反复来操练迄款安尼圣神伫咧伊的感动。就伫咧伊要出发的时阵，伊伫咧教会内面伫遐来分享伊的生命的迄个改变甲伊的见证。就侪人听了伊的迄个伊的分享了，心内嘛得到侪感动，就侪人欢喜伫咧金钱的顶面，伫遐来奉献，伫遐来为代祷，伫遐来参与。虽然讲无一定逐个人拢会用参与伫咧迄个宣教的顶面，但是伊有个人伊欢喜来参与伫咧迄个宣教的奉献的顶面，伫遐来参与伫咧迄个金钱的奉献，是甚至为着即个宣教的事工伫遐来代祷，就伊伫遐来倾诉迄嘛是一种的有迄种愿意的心，伫遐来奉献，甚至有个人伊就奉献伊的时间，奉献伊的精力，甚至安尼有个人就参与伫咧迄个宣教的即个运动内面。因为生命就诚做侪人的迄个模范，甲着迄个榜样，甲见证。所以当咱认清咱家己的迄个观念改变，已经伫咧什么款的抗战阶段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要怎样来往咱下一步的即个阶段。关键毋是在伫咧咱是毋是无在伫咱是毋是已经真清楚咱即马到底是伫咧倒一个阶段？
乃是咱的改变，咱毋通停留伫咱的所徛伫的迄个阶段的顶面。咱需要伫遐来，咱的迄个观念改变，毋是一天就来形成，咱是必须要伫遐来坚持到底，互正确的观念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成做咱的生活。就要咱来认清咱改变的目标，就是主要，毋是干那要为着咱个人的改变，咱乃是要带来迄个别人的生命的迄款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着今仔日咱所分享，以及咱进前的2讲，总共3讲，将这8个观念所分享的，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思考咱的信仰，以及咱要真正要照上帝话安尼来行无。当咱若欢喜来顺谈的时阵，咱就要看见咱的生命毋但得到改变，要搁得到上帝大的祝福，搁咱的生命要真做侪人的改变，甲祝福的来源。所以，共款牧师议员有几个问题，请咱好好来去想。咱伫咧检讨目的是要为着要会通做出改变，搁即个修正的意义到底是甚物货？咱会用好好来去想，头拄咱所分享的。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有带来迄个正向的即个修正的即个阶段啊无？第二个，为什么即个观念伫咧透过着伫咧即个检讨甲修正了，咱需要不断伫遐来反复实践。然后咱头拄有讲起着即个健美先生的即个咧观念的改变的目的到底是甚物？咱有欢喜愿意伫遐来改变啊无？咱伫遐当咱若真清楚知影时，咱就知影为什么咱爱认清咱的观念的改变，到底是伫咧倒一个阶段。咱敢有真熟练这8个阶段？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着这8个阶段，咱重新过来思考，咱就要来互主伊的生命，安尼渐渐来影响咱，互咱的生命会通真正活出主耶稣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透过这几讲，以及主你的话语，互阮真做阮侪的提醒，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阮真正会通欢喜来效法主的款式，也照着圣经的话语，阮伫遐欢喜来遵探。就阮要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就阮要伫末日，阮要甲主你同做王，阮有一个得胜的人生，互侪人因为阮因的性命嘛要得到对主你来的祝福恩典满满，也求你圣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安尼的款式。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因诗来回应上帝话。献诗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世界小天光后面。
即时咱同心来奉献，请兄弟为家己。请兄弟为家己准备一个批笼，将你要奉献的金钱放伫批笼内底。当你方便的时阵，来到教会，来奉献，嘛会当用汇款的方式来奉献。汇款的账号伫咱荧幕顶悬，请家己过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一礼拜的生活。虽然瘟疫也是继续咧流行，教会嘛有一代志，啊，毋过阮知影，确实你的地地，你的引带，主，阮感谢你。阮也愿意将今日我所传达的信息，来做生命的改变，做信息的确实。主，阮感谢你。答阮将你赏赐互阮的献出淡薄做教会录音，请你干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经句：做好事毋通受限。若无回心祈祷，就通受限。搁一摆，做好事毋通受限。若无回心祈祷，就通受限。加略太书6章9节。这是咱来报告。本会真正论弟兄在26日上午8点53分安息主怀，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本主日召开线上长执会，请长执注意时间。下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我们是合堂聚会，礼拜中有守圣餐，请大家预备心。请各团契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并在6月12号以前交给办公室，以利行事历的制作。本会自6月1号开始恢复所有的实体聚会。成人主日学5月起，在早上每主日上午8点半到9点20有信仰造就班，是以信仰生活实践为主。上课的地点在交谊厅地下室，请吴芬兰传道担任上课的讲师，请各位兄姐踊跃参加。肢体消息：七星中会松年部5、6月的活动因为疫情全部暂停。7月6号到12号，在埔里谢伟纪念营地要举办台湾宣教营，对象是全国教会的青少年，年龄限制17到35岁。本会青少年契友享有每人一定金额的补助，详情请洽青少契辅导或社青会长。8月2号到5号，在桃园也要举办2022日光少年暑期营暑期场，邀请全台湾教会青少年参与。本会青少年享有一定金额的补助，详情一样请洽青少契的辅导。
8月26到28号，在玉山神学院要举办2022年的青年查经营，对象是全国教会的青少年大专生辅导，以及所有对圣经有兴趣的青年。费用是每一个人1500元，一样本会的青少年以及戚友享有一定金额的补助办法。代祷事项，请各位自己参看代祷函，并且附上祷告的代价。下周的事奉表，请家己过目，请排着事奉的兄弟会当备办。会计报告，若是有错的所在，嘛请大家甲财务同工，也是干事来联络。祝福公道。主耶和华，求你听阮的祈祷，留心听阮的呼求。阮伫患难中，爱要得到安慰。你所听的真正论兄弟，伫拜四蒙主恩召，转去到你至好至善的天国。主啊，求你安慰真正论兄弟的建为族，特别是甲美珍长老、正宫长老、玉晶姐妹，甲2个幼小的儿女同在，安慰扶持因过来的日子。台湾的疫情犹原也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学校接续停课，教会内面的囡仔、青少年拢踮伫厝内上课。恳求主保守因的心，无陷入网络世界的罗网。面对手机、平板、电视的诱惑，袂通准则。求主保护因的目睭，甲全人的健康。教会内面，阁有一寡肢体拄在受苦，也是踮伫病痛，也是经济压力，也是亲子关系紧张，也是家庭失和等等。求主怜悯阮，主耶和华啊，你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创造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求你的慈悲怜悯临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你的恩惠甲快乐会当甲南洋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愿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日日渴慕你，时时亲近你。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献诗394首。这是礼拜第一煞，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Thank you.
重新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那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已经成圣。各愿恁的死因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面倒闭会。